老师又到了生活课语的时间喽。今天许巍老师呢要带大家到客家庄去吃客家菜。首先，你到了店里面，你可以问老板说：“哎，老板呐，你店里面的招牌菜是哪一道呢？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。头家哪点烘清油名的菜是哪样呢？头家就是老板啦。头家哪点烘，哪就是 your 你的，哪点烘。店烘就是店里面，你的店里面呢，清有名，清就是最怎么样，有名就是有名，清有名的菜，菜就是菜，清有名的菜是哪烘呢？哪烘就是哪一道呢？哪烘，对了，很好，整句话跟徐老师念呢，来开始喽。头家哪一点烘，清有名的菜是哪烘呢？哎呦，好棒哦！好，接下来呢要介绍几个有名的客家菜。第一个呢就是客家小炒啊，这最有名的。徐巍老师的妈妈最会做这道菜了。怎么说呢？客家炒肉，客家炒肉就是客家炒肉，是这么说，就是我们说的客家小炒，客家炒肉。再来呢，苦瓜咸蛋，哇，这非常下饭哦。苦瓜客家话说的是富瓜，再来一次哦。富瓜，苦苦的，富瓜，对了，炒鹹卵。好，还有呢，有一种汤非常好喝，福菜肉片汤，客家话是这么说的哦，卜菜煮肉汤，哎，很好，哎，接下来英客喜相逢，许巍老师来介绍一个客家俗话，叫做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客家话呢是这么说的：本傻咬100，3年姜熟诶。本傻就是蛇，本傻咬100，被蛇咬一次，3年姜就是害怕的意思，熟诶就是绳子，本傻咬100，3年姜熟诶。英文怎么说呢？Once bitten,Twice shy， 被 bitten 被咬了一次，第2次就很 shy 害羞很小心了。今天就学到这儿喽。接下来呢，徐老师要带大家复习哦，嘴巴借我睁开来，全家一起来。头家哪一点烘，清有名的菜是哪烘呢？咦，很好，再来客家小炒，客家炒肉。苦瓜咸蛋呢？富瓜炒鹹卵，福菜煮肉湯，還有呢？本傻咬100，3年姜熟誒。Once bitten, twice shy。我是徐巍，安子 say 哦，再见。